每個月一到出糧嗰幾日，你係咪都會好似報仇咁周圍去買嘢食好西？買嗰一刻確實係好爽嘅，但係過咗幾日，望住張卡數同埋間房堆埋一堆，買完返嚟擺多過用嘅垃圾，你又會覺得好內疚、好空虛，覺得自己好似賭錢落海咁。如果你有呢種感覺，今日呢條片你就一定要睇到尾。好多人以為理財就等於要死慳死抵，每日行路返工唔飲星巴克，一日3餐食麵包，將所有娛樂斬腳趾、避沙蟲咁慳埋佢。但係英國有一位非常出名嘅心理學家兼廣播員，叫克勞蒂亞·哈蒙德，佢寫咗一本好顛覆大腦嘅書，叫《花錢的藝術》。呢本書最震撼嘅地方係，佢用咗成幾百個心理學實驗話俾你聽，其實慳錢唔一定會令你富有，而使錢亦都唔一定會令你貧窮。最關鍵嘅係你識唔識得點樣使錢，只要你掌握到金錢心理學嘅秘訣，你係可以越使錢越快樂，甚至用錢買到真正嘅幸福。今日我就同大家用大約15分鐘嘅時間，深度拆解呢本書入面最核心嘅6大精明使錢技巧，幫你洗腦，重新建立一個健康又快樂嘅金錢觀。首先，我哋要講嘅第一大技巧就係要明白買體驗同買物質嘅本質分別。心理學上面有一個好出名嘅概念，叫做適應效應。簡單啲講，即係人類對物質嘅新鮮感褪得好快。當你買一部新電話、一隻名錶或者一袋名牌手袋返嚟，可能第一日、第二日你當佢係寶，連放落台面都輕手輕腳。但係過咗2個月、3個月之後，呢件物質就會變成你生活背景嘅一部分，你對佢嘅快樂指數會直插谷底。但係相反，當你將一筆錢用喺體驗上面，例如去一次冰島睇北極光，同好朋友去聽一場期待咗好耐嘅演唱會，甚至係去學一門新嘅手藝，呢啲體驗喺發生嘅當下固然好開心，但最神奇嘅係，當呢件事過去咗之後，佢會變成你大腦入面嘅記憶。隨住時間以往，你大腦仲會自動幫呢段記憶加濾鏡，將啲辛苦嘅細節過濾走，留低最美好、最深刻嘅片段。每次你出嚟同朋友打邊爐、吹水，提起當日旅行嘅雨事，你都依然可以笑到反肚。呢種快樂係嗰件擺喺櫃入面食塵嘅名牌手袋完全俾唔到你嘅。所以如果你想啲錢使得到位，就要學識將預算由物質轉移去體驗度。講到體驗，就帶出咗第2個技巧，叫做延遲享樂。依家嘅網絡世界太方便，網購基本上係一撳掣就送到嚟屋企，我哋習慣咗即時滿足，想買乜就即刻要得到。但係花錢的藝術入面引述咗好多研究發現，當你太快得到一件嘢，你中間就少咗一個好重要嘅快樂追求過程。心理學稱之為預期快樂。如果你心儀一件好貴嘅大褸，你唔好即刻用信用卡簽咗佢，你可以規定自己要等足足1個月，或者等到聖誕節先可以買。喺呢段等待嘅日子入面，你每日收工返屋企，上網睇客張相，幻想客自己着住佢幾咁有型，甚至去鋪頭試着客呢一種好期待、好想得到嘅過程，大腦分泌嘅多巴胺，往往比你真正擁有佢嗰一刻仲要多。而且延遲享樂仲有一個好處，就係可以做你嘅衝動消費過濾器。好多時等得2-3個禮拜，你團購物之火就會熄咗，到時你連買都費事買，無形中幫自己慳返一筆。而真正買落手嘅，就肯定係你真心中意嘅，心頭好。跟住落嚟第3個技巧，好多香港人都犯過呢個錯，就係唔好盲目追求平，要小心沉沒成本同特價陷阱。大家平時行街，好容易見到買2送1，加10蚊換多一件，或者全場2折起呢啲字眼，大腦就會好似停咗牌咁，覺得自己唔買就係蝕底。心理學家發現，當我哋睇到特價嘅時候，大腦負責感受痛苦嘅區域會減弱，而負責獎賞嘅區域會瘋狂興奮。你會為咗湊夠免運費而夾硬買多幾樣自己根本唔需要嘅嘢。又或者你見到一對鞋平咗一半，雖然着落腳有少少夾腳，但你都係買咗。返到屋企着咗一次痛到仆街，之後就擺喺鞋櫃底，但你又因為覺得呢對鞋成千蚊買返嚟，扔咗好嘥，結果一直霸住個鞋櫃。呢種心理就叫做沉沒成本謬誤。呢本書教我哋，真正嘅精明消費係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呢件嘢今日原價發售，我仲會唔會買？如果答案係唔會，咁就算佢劈價到1折，對你嚟講都係浪費。唔好俾商家嘅折扣遊戲帶住你行，買嘢應該係因為你真正需要同埋中意，而唔係因為佢平。第4個技巧係現代人最需要學嘅，就係花錢買時間。現代香港人個個都忙到不省人事，返工放工已經耗盡所有精力，放假仲要洗衫、掃地、煮飯、湊仔，搞到成個人怨氣好重。
克勞蒂亞在書入面提出，如果可以用錢去解決一啲會令你產生負面情緒嘅瑣碎家務，呢筆錢絕對係世界上回報率最高嘅投資。例如，如果你極度憎恨洗碗，兩公婆成日為咗邊個洗碗而鬧交，咁你就要毫不猶豫咁買一部洗碗機。如果你收工已經攰到成隻狗咁，放假只想好好休息，咁你可以每2星期請一次鐘點工人幫手大掃除。好多人會覺得呢啲嘢自己做都得啦，使呢啲錢好奢侈。但係你冇諗過，你用錢買返嚟嘅唔單止係幾個鐘頭嘅時間，更加係你嘅精神健康同埋家庭和睦。你可以用呢啲買返嚟嘅空閒時間去陪下屋企人，睇一本好書，甚至純粹放空舒壓。只要將錢轉化成自由嘅時間，你嘅生活幸福感就會有質嘅飛躍。第5個技巧，可能顛覆好多人嘅傳統觀念，就係先付款後享受。我哋依家呢個時代充滿咗各式各樣嘅先享用後付款計劃，例如信用卡分期、各大平台的 BNPL 服務。呢啲消費模式表面上好貼心，令你無痛擁有心頭好，但係心理學研究指出，呢種方式會完全破壞你嘅消費快樂。因為當你一邊用緊嗰件產品，一邊每個月睇住張銀行月結單扣錢嘅時候，你每一次見到張單都會經歷一次付款嘅痛苦。當件產品已經變舊，新鮮感過咗，但你依然要為佢還債嘅時候，嗰種痛苦會加倍。相反，如果我們採用先付款後享受嘅策略，例如你去旅行，一早在幾個月前就俾晒酒店同機票錢，咁當你真正出發去旅行嗰幾日，你喺酒店享受緊設施嘅時候，你大腦嘅心理感覺會覺得呢一切好似係免費咁，因為痛苦嘅付款過程一早已經在幾個月前被大腦忘記咗，你可以全心全意、無後顧之憂咁去享受當下嘅行程。所以記住要盡量避免賒數，寧願儲夠錢一次過俾，都唔好借未來錢去滿足當下。最後第6個技巧，亦都係最能夠將金錢轉化為最高層次快樂嘅方法，就係為他人付出。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好經典嘅實驗，佢哋喺條街度派錢俾路人，有啲人分到5美金，有啲人分到20美金。研究人員要求其中一組人一定要將呢筆錢用喺自己身上，買件衫或者買杯咖啡都得，而另一組人就必須要將呢筆錢用喺人哋身上，例如買份小禮物俾朋友或者捐俾有需要嘅人。到咗夜晚，研究人員打電話追訪呢2組人，結果發現無論分到幾多錢，嗰組將錢用喺人哋身上嘅人，佢哋當日嘅快樂指數顯著高過將錢用喺自己身上嘅人。呢個就係利他效應，將錢使喺人哋身上，可以加強我哋同身邊人嘅社交連結，令我們覺得自己是一個有能力幫助人、有價值嘅人。呢種價值感同連結感所帶來嘅幸福感係極之巨大而且持久嘅。所以平時收工買杯珍珠奶茶請同事飲，大時大節送份貼心嘅小禮物俾屋企人，甚至定期定額捐少少錢去你支持嘅慈善機構，呢啲看似微不足道嘅付出，其實係最有效幫你心靈財富增值嘅方法。講到呢度，大家應該明白，《花錢的藝術》呢本書並不是要教你點樣變成一個一毛不拔嘅守財奴，亦都唔係鼓勵你做一個大花筒。金錢本質上只係一種工具，好似一塊畫布咁。點樣利用呢塊畫布去畫出精彩嘅人生，取決於你嘅智慧。如果你每日淨係識得盲目咁賺錢，然後又盲目咁跟隨社會嘅消費主義去買一堆物質返嚟填補空虛，咁你只會陷入一個無底深淵。由今日開始，試下改變你嘅消費習慣，多啲投資落去體驗度，同重要嘅人建立回憶。買嘢之前俾自己停一停，等一等，享受客預期嘅快樂。唔好為咗特價而買垃圾。適當地用錢去買回時間，放過辛苦嘅自己，盡量先付款後享受，免除債務嘅壓力，最後慷慨少少，用自己嘅能力去令身邊嘅人快樂。只要你將呢6個心理學技巧融入去你嘅日常生活入面，你就會發現你嘅銀行儲蓄未必會少咗，但係你嘅生活一定會越使錢越過得豐富，越使錢越得到真正嘅快樂。